身体的健康都唔惊病毒，若要健康都要运动。来看这个奥运羽球男双金牌林良培带动全台湾羽毛球的热潮。这个军乐杯全国羽球训练锦标赛，今年报名人数将近1600人，这是有史以来上济纪录。 军乐杯全国羽球训练锦标赛伫中兴大学开场，比赛规则是用中华羽协21分无加分的制度。比赛大概将近有1600组的选手参加，破纪录，光是国小跟国中就有1600组，这是全台湾目前最大的组数。伫台中几啊年羽球馆积极推动大细项比赛，希望透过比赛为选手累积实力和经验，行上国际舞台。多练球。 得到冠军，这种赛事其实对小朋友吸取更多的经验，然后再来就是帮助他们在成长上会有更多的发展。主办单位嘛希望透过因的拍拼，政府单位会使支持基层的训练，还有比赛活动，让羽球的比赛会当更加普及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